爆先啦，黃寶偉，你係咪有嘢需要同我解釋？是強哥要我躲在這的。咁即係任務失敗，咁朱善死咗，爆屍認為警隊裏面有內鬼，所以唔聯絡 CIP，繼續自己 mission。爆屍而家喺邊？佢查到醫療集團老闆韓建義，好大可能係人口販賣集團其中一份子，甚至係主腦。佢用表面嘅身份嚟掩飾，其實已經牽涉咗多宗嘅黑市器官買賣。佢用爆屍嘅身份接近韓建義。韓建義已經主動聯絡咗爆屍，希望同佢合作。OK，你等我見爆屍啦。揾到佢，你諗住點啊？我嘅任務要揾翻兩個失蹤嘅卧底，既然一個死咗，我只要帶翻爆屍翻去，咁就 OK。你覺得佢會聽你講咩？爆屍份人我最清楚，佢一定會幫朱善報仇。唔將犯罪集團繩之於法嘅話，佢係唔會收手嘅。佢一個人去，咩學堂冇教佢，警隊係唔可以有英雄主義。道理我同你都明，不過而家已經趕唔切阻止佢。如果你想完成任務，平安咁帶爆屍翻去，唯一嘅辦法就係配合佢嘅行動。揾黑警出嚟。走啊！我咩事啊？克萊恩係國際黑市器官中介人，佢喺全世界都有好多客源。之前佢主動聯絡我，話要同我合作，我哋都傾好晒嘅，就等下次見面落實。下次即係你哋第一次見面？我喺社會上都係算得係有頭有面嘅，我盡量唔想俾人知道我身份，所以一直以嚟我都係以 Doctor X 呢個名同佢聯絡嘅。你想我帶你去？你同我去見佢，到時佢會俾3成訂你。只要一切順利嘅話，以後你就跟住我搵大錢啦。放心交俾我，一定唔會令你失望。遲到喎！咁早嘅？你係 Doctor X？我係佢代理爆屍。Doctor X 今日嚟唔到，但係佢完全授權俾我去傾呢單生意。薛家強，你識得我？薛家強，前紅英坐館，冇做坐館之後，去咗泰國搞毒品生意。舊年俾當地嘅警方冚咗，係估唔到原來你翻咗嚟香港，仲跟埋 Doctor X 添。我最好啦，唔使自我介紹。你都有資格同我講嘢嘅。條件你哋之前傾掂晒。Doctor X 應承你，幫你班 client 做移植手術，而你事前要交3成訂。我對 Doctor X 講聲合作愉快。我訂，而家返嚟。交個篋出嚟。
明白？繼續，喂。頭先喺教堂度，你拎住呢間啤酒廠嘅手工啤，要揾到嚟唔係好難嘅。你能夠摸到嚟呢度，仲夠膽一個人嚟，證明你有智慧。錢係你搶嘅，又引我嚟，想點啊？由一開始，我冇諗過同韓建義合作，我要嘅係佢成盤嘅生意。黑市器官嘅需求有幾大，你同我都好清楚。人脈嗰方面我有晒，我爭嘅係韓建義嘅貨源供應。我有埋嘅話，點解我唔自己做？而家講緊係韓建義成盤生意，即係有可能咩？有你幫我，就有可能。你繼續留喺韓建義嘅身邊，幫我查清楚佢成個集團係點運作。最重要嘅係器官供應來源，就係咁簡單。講到尾，都係想我幫你出賣韓建義。如果俾佢發現，你咪一樣死。你唔同我合作，我諗你走唔出呢個門口。不過，正如我頭先所講，你有膽識有智慧，你識揀嘅。信你，呢個3成訂金。克萊恩，呢個代理太大意啦，俾人跟都唔知。哼，少少嘢都做成咁啊！啊！喂，克萊恩，雖然我唔知道你想點，但呢度係我個主場，你千祈唔好亂嚟啊 Dr. X， 係韓醫生先啱，唔使緊張喎。我今次嚟係展示誠意嘅。你問咩意思啊？做生意最緊要講誠意。我專登飛嚟香港同你傾，你揾個咁嘅代理同我傾，對我好唔公平啫。如果想繼續做生意嘅話，我一定要知道 Dr. X 係邊個。你係話你想繼續呢單生意？當然，而家知道你嘅身份，我對呢單生意好有興趣，仲好有信心添。呢度少少錢，就當係好唐突咁上嚟嘅賠償，少少心意。好，剛才得罪晒啊！嚟，以後合作愉快。我起咗身未啊？嘢都冇睇，應住你嘅。話咗你識揀啦，你都幾好氣。一早知我跟蹤你，就專登帶我去見韓建義。有咩你叫古惑仔出嚟行古惑，點呃到人啊？點啊？冇嘢啊嘛。我幾驚佢殺咗你。我對佢仲有利用價值，咁當然而家對你係更加添啦。我咧邊個着數都得幫邊個。同我合作唔會虧待你。哇！啱啱喺櫃員機度撳出嚟，我食開大茶飯，收保護費啲細埃嘢唔啱我。等我攞晒韓建義嘅生意之後，你想要咩即管開聲。到時你想東山再起嘅都冇問題。唔啱飲。
啤酒廠唔飲啤酒，唔通飲汽水？既然冇新進展，今日到此為止啊！係。哦，好，我配合你哋。各位唔好意思，麻煩大家等一等先。Madam， 收到最新嘅線報，已經確認咗人口販賣集團嘅主腦同埋佢基地嘅位置。你啲情報可唔可靠㗎？我已經派咗人去準備確認㗎啦。我諗再等多其實半個鐘應該可以㗎啦。我哋就可以到現場嗰度作出拘捕嘅行動。OK，咁照你說去做啊！唔好意思咁多位，你哋暫時冇翻屋企住，一齊喺度等一等最新消息先啦。唔該晒。好，咁啊由而家開始，大家要有心理準備，半個鐘之後我哋會有大型行動，你哋通知下屬 stand by。上次行動，梁 Sir 唯一一個知道爆屍同埋朱氏嘅臥底身份。咁而家爆屍都賣到韓建怡身，咁即係梁 Sir 唔係黑警。當時知道呢個秘密行動嘅，就只有呢間房嘅人。今次佢哋都可能有機會洩漏風聲。你肯定 ？OK， 已經確認咗啦。原來係個普通 office 嚟嘅啫，係流料，大家唔好意思啊。我啱啱推咗個好重要嘅 gathering， 係一哥生日啊！出世，你冇事啊嘛？嘈得我底少少相遇咗啦，你先唔好講我。出世，真有料到。我一直監視住韓建怡，就係你哋 take action 兩線嘅，佢果然有反應。佢一收到個 message， 即刻 cancel 晒所有 booking， 離開醫療中心。上次你哋行動嘅時候俾人發現咗，我已經懷疑專責小組入邊有鬼，果然冇俾我哋估錯。你嗰邊仲有咩發現？韓建怡最近接觸緊一個黑市器官中介，佢叫自己做克萊恩。呢個人表面上係傾生意，其實想食埋韓建怡成個集團，買同賣自己一手包辦。如果係咁，件事就更加複雜。唔止，佢仲想收買我，要我幫手起咗成個人口販賣集團嘅底，方便佢之後嘅行動。我已經承咗。咁你嘅身份唔係好尷尬？做臥底身份越多越危險。喺卓 Sir，我知你想講乜，放心啦，我識衡量噶啦。喺我相信喺適當嘅時候，利用佢哋兩邊，一定可以揾到罪證出。既然係咁，我哋呢邊負責幫你起克萊恩個底，配合你嘅行動，小心啲。